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6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竞选。当人离开上帝远远的时阵，就必须爱家己去面对所选择的结果。当人咧面对苦难的境况的时阵，佮愿意来回转向上帝，向上帝祈求的时阵，伊就会呼召竞选伊的仆人来服侍伊，来带领人。伫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记载着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来围攻耶路撒冷城，来夺去圣殿中间贵重的物件，将以色列人来掠去伫巴比伦的时阵呢，上帝就互尼布甲尼撒王看重着以色列中间有真正博学、有智慧、通达的人，就竞选因留伫宫内底服侍。经文咧记载，犹大王约雅敬继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面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尼布甲尼撒王掠去巴比伦的神庙，甲遐个器具收入伫神庙的库房内底。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管阿西比纳对以色列的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缘投、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阿西比纳对甲因甲巴比伦的语言甲文学，王甲吩咐将宫内的食米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会当侍候王。这个青年的中间有犹大支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太监总督甲因号新的名，甲但以理号做别提沙撒，哈拿尼亚号做沙迪拉，米沙利号做米沙，阿撒利亚号做阿别尼哥。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米甲酒，则免得食的物件甲家己拍垃圾。伊就请求太监总督允准，无互伊拍垃圾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督的任命甲好款待。太监总督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指定恁着食的食米。万一伊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你会害我互王斩头。但以理对太监总督派来的降服伊哈拿尼亚、米沙利甲阿撒利亚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即几个简单食菜啉水。10日了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遐个食王宫食米的少年人的面容来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决定要怎样甲阮处理。降服的人就允准因试10日，10日后，因4个人比其他食王宫食米的少年人更较勇健、健康、好看。监督的人就无搁互因食王宫的食米甲酒，只有互因食青菜。上帝互这4个少年人伫文学、学问各方面拢有才调甲学识，搁互但以理会晓得明白各种的异象甲面貌。
尼泊甲尼撒王规定，所有的少年人着进宫的日期到，太监总督就带引去见王甲因面谈，发现其他的人无一个甲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甲阿撒尼亚会通比，就互因4个人侍候伊。王甲因问有关智慧甲见识的事，就知因比全国的术士甲行法术的较高咧10倍。但以理到塞浦路斯坐位元年要活地。伫表面上看起来，尼布甲尼撒王竞选着但以理因，但是照着因事后的坚持甲服侍的内容来看，确实是上帝竞选因。以色列人面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日子是非常艰苦，因为安尼，上帝就竞选差派洗礼约翰做耶稣基督的前锋，并且赏赐耶稣基督国外的救恩互当这时的以色列人。但是洗礼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甲耶稣伫世上的妈妈玛利亚，拢是因为上帝所竞选、所差遣的仆人。玛利亚佫较是表达着安尼的决志，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来决志顺服上帝的安排。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心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看顾伊卑微的女婢，对他以后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对敬畏伊的人、怜悯伊的人来到世世代代，伊伸出宽容的手，赶散心骄傲的人，伊将掌权对宝座拖落来，卑微的人甲伊高升，骄傲的人伊用好米来互因饱足，好业的人伊赶因空手出去，伊扶助伊的仆人以色列的基律，甲因怜悯，互因怜悯，照伊对咱祖先的应允，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上帝顾念伊的人民，施恩赐福互因。诗篇124篇，以色列就讲：若毋是上主为了阮，若毋是上主为了阮，人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出手气的时，就早甲咱活活吞落去；大水早就甲咱冲走，大涌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咱着称赞上主，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者落网。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落网，落网破离，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衬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感谢上帝赏赐救恩，互既然是找求伊的人，互阮会当受到呼召，得到竞选，成做主的仆人来服侍。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